呢台公認為開唔壞嘅凌志，今日都有佢維修嘅時候喎。車主喺佢嘅停車位度發現地面經常會有油漬，佢自己揭開個車頭蓋睇機頭嘅表面，又睇唔到佢漏油嘅情況。點知嚟到我哋車房升高一睇，原嚟佢嘅發動機同埋波箱之間嘅銜接位出現咗滴油嘅情況。漏油嘅罪魁禍首呢，就係呢個曲軸後油封，佢時間長咗之後呢，啲橡膠件收縮，導致密封性欠佳，就搞到佢漏油啦。呢隻小小嘅油封換起身工程量都好大噶，就裝喺呢個位置，但係拆呢個油封出嚟，要將前橋成個卸落嚟，排氣管全部拆晒，先至攞得到呢個波箱落嚟去更換呢隻油封噶。提醒下大家，咁大動作都拆咗出嚟啦，所以涉及到波箱嘅其他部件嘅油封，建議都係一次性換咗佢，以免呢個油封換好咗，隔冇幾耐，其他油封又跟住漏油，咁啊真係大撚鑊啦！而家部車已經裝好晒啦，我哋試車試咗一大輪，再翻嚟升高檢查，一滴油都冇漏出嚟啊！以我所知，呢啲咁複雜嘅拆裝問題喺香港係好多車房願意咁樣做嘅。至多嗌你唔夠油嘅時候，你加翻夠佢就係啦。嚟到我哋中山寶德，幾複雜嘅問題都同你包搞掂。如果你台愛車都有北上整備嘅計劃，歡迎喺評論區諮詢我哋。OK， 記得關注我哋中山寶德哦。